牛我妹做鸡铺，爱讲乜嘅咧？今晡日早晨当寒，阿爸看到我洗面，佢当沙皮，老我讲，佢洗面用冷水。阿妹听到就伫后背讲，唔知系乜啥，去到灶头前，清准清小水嘅喏。阿爸老点银子，徛到最顺前，细声同阿妹讲：哎哟，莫讲出来，要加钱加快，到底系乜嘢？伫灶头隔壁小水咧？什么嘢？听我讲下。